优质的公职人员，我们要把他们留下来，留在立法院，留在市议会。以诚信谦虚的态度，郑重宣誓，就任民主进步党第18届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。今后我一定遵守本党党纲、党章，尽忠职守，发展党务，不负党员之所托。如有违背，愿受本党严厉之处分。谨示。宣誓人吴怡农，监誓人林非凡。西元2021年2月9日。可以吗？台北市党部今年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先做好来。我们要强化民进党跟台北市民之间的连结。我们要确保我们所有的立场是反映台北市基层的心声，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也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。部会尽全力的担任我们党籍的公职人员的后盾。明年这个初选跟提名的这个作业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来做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。那中间会有许多的沟通的过程、对话的过程、讨论的过程，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为台北市推出最优质、最好的候选人团队。这个不论我们的背景，我们站在在所有党内的同仁都有这一致目标，所以只要我们记得这个共同的目标，我相信明年的这个问题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困难。但是那是明年的事。今年我们有今年的挑战。第一个，我们市党部的工作做好；第二个，刚刚谈到了，优质的公职人员，我们要把他们留下来，留在立法院，留在市议会。罢免的这个工具，不应该是拿来作为一种党派之间对抗一种报复式的操作。那我想，不论是过去几场这个罢免的这个投票，我相信台湾主流的民意跟大多数的这个公民。应该都相当清楚，我们不希望罢免持续的被作为一种报复式的政治动员的工具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边呼吁，其实这样的作为应该要停止。那我们希望未来能够让好的、优秀的国会议员、好的、优秀的公职都能够持续在体制内、在制度内继续为大家服务。那这是我们的价值，所以在未来，我相信无论是这个吴思耀委员，或是陈柏惟委员。我们都一定会尽可能的去协助他们，让好的人继续留在国会，继续留在他们现在这个职务上面。